排球女子成年組分別喺澳門2個場館舉行。除咗喺澳門東亞運動會體育館 A 館之外，亦都會喺威尼斯人綜藝館進行。兩座場館各具特色，俗稱澳門蛋嘅澳門東亞運動會體育館係本澳最大型嘅體育基建，係為咗舉辦2005年澳門主辦嘅東亞運動會而興建嘅多座場館之一。外形為巨型穹頂設計，平日除咗提供俾多個體育項目集訓隊訓練之外，亦都會作為比賽場地，分為 A、B、C 3個區域。15運會嘅女子排球成年組部分賽事就安排喺 A 館室內場上演，面積有4860平方米，可以容納大約7000名觀眾。另一個比賽場地威尼斯人綜藝館曾經多次舉辦大型文娛體育活動，設有14000個座位。場館舊年完成翻新，軟硬件設備升級，為球迷帶嚟全新觀賽體驗。澳門東亞運動會體育館 A 館同威尼斯人綜藝館都係喺路氹區，相距大約2.3公里，步行就需要30分鐘左右。喺路氹角口岸同由澳門半島出發嘅觀眾，如果乘搭公共巴士，有多條路線提供選擇。場館附近嘅輕軌站點就分別有東亞運站同路氹西站，另外亦都可以搭的士前往㗎。